啟示錄1同埋2章，主日學，我哋一齊禱告。慈愛天父，求你恩領啟示錄1同埋2章嘅分享，當中亦都有用到其他嘅書籍、牧者佢哋嘅睇法。求聖靈帶領孩子喺呢個分享嘅過程嘅裏邊，你恩領講嘅、聽嘅喺你裏邊一同得恩，奉耶穌基督聖名，阿門。2025年10月1號係國慶76週年，地上嘅國家慶祝尚且係好隆重，基督徒對天國嘅事情唔係更加需要認識，更多嘅擺上，細心聆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嘅話，讓教會更穩固嘅被建立。啟示錄嘅重點，第一，啟示錄嘅重點係在於透過末世嘅景象，傳達對信徒嘅鼓勵同埋盼望，包括基督嘅特性、神對邪惡嘅審判、信徒嘅永恆福分，同埋呼召信徒成為得勝者，喺屬靈爭戰中持守信心，至死忠貞。據講，佢強調咗福嘅觀念，提醒信徒喺逼迫中遵守神嘅道，而且參與建造神嘅國，將來必蒙福。啟示錄嘅簡介，本書多半包含一啲默示同埋異象，用象徵性嘅語言表達作者嘅信息。佢個內容對當時嘅信徒嚟講唔難領會，但對未信人士同埋後世讀者就好難明白，就好似交響樂一樣。本書嘅主題用種種嘅異象，以唔同嘅方法重複出現。雖然呢啲異象同細節有唔同嘅解釋，中心意義係好明顯，就係藉住主耶穌基督，上帝最後將徹底擊敗一切仇敵，包括撒旦在內，而且要喺勝利之日獎賞佢忠心嘅子民，賜俾佢哋新天新地。啟示錄嘅作者，傳統觀點，好多基督徒同埋教會傳統上都相信拔摩島嘅約翰就係耶穌所愛嘅門徒約翰。教父見證，早期教父愛任紐同埋優西比烏等人呢，都曾經見證約翰係啟示錄嘅作者。作者自稱啟示錄開頭係作者自稱為僕人約翰，呢個身份同埋使徒約翰嘅身份係相符。點樣讀啟示錄呢？第一，將佢當一封信；第二，神嘅啟示；三，預言。第一點，聽見及遵守的有福。啟示錄1章1至3節，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神賜給他，叫他將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眾僕人。他就差遣使者曉諭他的僕人約翰。約翰便將神的道和耶穌基督的見證，凡自己所看見的，都證明出來。念這書上預言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的，因為日期近了。僕人呢3節經文出現咗2次，眾僕人同埋僕人約翰。僕人喺希臘文嘅意思係冇自己身份嘅人，係屬於主人嘅財產，就係僕人先至會領受真正嘅啟示，從主而嚟嘅啟示。神將佢將要完成嘅事情，亦都啟示嘅方式俾佢個僕人，而呢度嘅僕人係約翰。啟示只揭露過去隱藏起來、遮蓋咗秘密嘅事情。啟示可以係指神旨意嘅現在或者未來嘅層面，亦都可能同人有關，或者特別關乎揭露將來耶穌基督喺榮耀中再來嗰方面。耶穌基督唔單止係啟示者，亦都係啟示嘅中心。
我哋讓啟示錄一面需要，我哋讀啟示錄一面需要仰望主，另一面需要睇到有關主耶穌各方面。主耶穌雖然已經復活升天，但係仍然守住自己嘅地位，謙卑嘅從神領受啟示。神阻擋驕傲嘅人，賜恩給謙卑嘅人。聖父、聖子、聖靈同尊同榮。聖經喺呢度有一個好重要嘅教導，1章3節指出，我哋唔單止要留心聽聖靈嘅啟示，更要真實行動，即係進行。我哋如果為神做見證，就需要有所看見同埋聽見，所以應當求神開我哋嘅眼睛，而且有受教嘅耳朵。日期近啦，係指主再來嘅日子近啦，所以我哋應該趁住仲有機會推行主道，傳神福音。2. 基督寶血使我們脫離罪惡。啟示錄1章4到6節。約翰寫信給亞西亞的7個教會，但願那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神和他寶座前的7靈，並那誠實作見證的，從死裏首先復活，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穌基督，有恩惠平安歸於你們。他愛我們，用自己的血使我們脫離罪惡，又使我們成為國民，作他父神的祭司。但願榮耀權能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門。亞西亞係指當日羅馬帝國一個行省，即係現今土耳其嘅一部分。7個教會當日嘅亞西亞地區，除呢7個教會之外呢，仲有哥羅西、希拉波立，所以呢7個教會呢並非全部，而係該地區嘅代表。7喺聖經當中含有完全嘅意思。所以寫俾7個教會，亦都係寫俾歷世歷代全地嘅眾教會。昔在、今在、以後永在嘅神，佢唔單止係而家嘅神，亦都係過去同埋未來，即超越時空嘅神。唔單止超越時間，亦都超越領域。第8節，神自稱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阿拉法同埋俄梅加係希臘文字母之首嘅尾兩個。當神話我係阿拉法，我係俄梅加嘅時候，佢嘅含義就係我係歷史嘅開始，我係歷史嘅結束，整個歷史都喺我掌管之下。耶穌基督喺十架上嘅得勝，有恩惠平安歸俾我哋，使我哋成為神嘅兒女，神國嘅子民，又係神國嘅祭司。和他寶座前的7靈所指嘅係聖靈，而唔係天使。推測係用咗撒迦利亞書第4章裏邊嘅異象，喺嗰度古先知睇到一個燈台，上面有7個燈盞，附近有2棵橄欖樹，將油供應俾嗰7個燈盞。約翰似乎係將教會同埋聖靈嘅工作聯繫起嚟。啟示錄中嘅7靈係邊位呢？約翰異象嘅開篇就俾我哋帶嚟一個無法迴避嘅問題，係一開頭。佢就提到去寶座前嘅7靈。啟示錄1章4節，喺耶穌俾撒狄教會嘅信息當中，啟示錄3章1節同埋寶座嘅具體場景描述都有提到7靈。有啲學者認為7靈係借用咗猶太教關於耶和華有7位大天使嘅觀念，亦都可能係受到希臘羅馬文化中有多位靈帶嚟智慧同埋知識呢啲嘅觀念嘅影響。但係我哋認為呢7靈其實係代表聖靈。啟示錄嘅題材係天啟文學，就意味住我哋需要用心，唔係僅僅按字面意義解經，尤其喺數字同埋比喻上面。數字7喺聖經係非常廣泛嘅係使用，以不同嘅方式出現咗800多次。佢經常被睇作係表示成全或者完美嘅數字。最明顯嘅當7同神可能係好嘅創造完成聯繫一齊嘅時候，喺整個啟示錄裏邊，約翰經常使用呢個數字7靈、7個教會、7星、7燈、7個天使、7個審判週期等等。
第三，基督再來必第二次降臨。啟示錄1章7到9節。看啊，他駕雲降臨，眾目要看見他，連刺他的人也要看見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他哀哭。這話是真實的。阿門。主神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阿拉法、俄梅戛係希利尼字母末首嘅意字，係昔在、今在、以後永在嘅全能者。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和你們在耶穌的患難、國度、忍耐裏一同有份，為神的道並為給耶穌作的見證，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島上。使徒約翰喺第7節所描述嘅異象，係耶穌基督第二次返嚟時候嘅情景。咁我哋要反省我哋同主之間嘅關係，以至決定將來佢返嚟嘅時候，我哋係高興歡喜，抑或係哭號切齒。耶穌再返嚟。4. 人子喺7個燈台中間行走。啟示錄1章10到20節。當主日，我被聖靈感動，聽見在我後面有大聲音如吹號說：你所看見的當寫在書上，達與以弗所、士每拿、別迦摩、推雅推拉、撒狄、非拉鐵非、老底嘉那7個教會。我轉過身來，要看是誰發聲與我說話，既轉過來，就看見7個金燈台。燈台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長衣，直垂到腳，胸間出着金帶。他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腳好像在爐中鍛煉光明的銅，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他右手拿着7星，從他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見就仆倒在他腳前，像死了一樣。他用右手按着我說：不要懼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過，現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遠遠，並且拿着死亡和陰間的鑰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見的和現在的事並將來必成的事都寫出來。論到你所看見在我右手中的7星和7個金燈台的奧秘，那7星就是7個教會的使者，7燈台就是7個教會。約翰睇見主唔係受苦嘅基督，係榮耀得勝嘅基督。佢拎住咩呢？係7根杖啊！死亡同埋陰間嘅鑰匙啊！裝聖徒眼淚嘅瓶子，冇錯，死亡同埋陰間嘅鑰匙。只有基督曾經征服死亡，而佢自己亦都曾經從陰間走出嚟。因此，只有佢基督能夠決定邊個進入死亡同埋陰間，邊個會喺嗰度走出嚟。佢拎住鑰匙。基督徒只能是死亡係基督嘅僕人。5. 向以弗所教會所寫嘅信。啟示錄2章1至7節。你要寫信給以弗所教會的使者說：那右手拿着7星，在7個金燈台中間行走的說：我知道你的行為勞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惡人。你也曾試驗那自稱為使徒卻不是使徒的，看出他們是假的來。你也能忍耐，曾為我的名勞苦，並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哪裏墜落的，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臨到你那裏，把你的燈台從原處挪去。然而你還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惡尼哥拉一黨人的行為，這也是我所恨惡的。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吃。
神稱讚以弗所教會有忍耐、勞碌，不能容忍惡人，能查驗出假使徒，恨惡尼哥拉一黨的行為。神責備以弗所教會：一、離棄起初嘅愛心。基督係右手拿住七星喺7個金燈台中間行走，意思係我哋嘅主知道教會發生嘅事。金燈台代表教會，指教會嘅作用喺地上係為主發光。第6點，致士每拿教會所寫嘅信，啟示錄2章8至11節。你要寫信給士每拿教會的使者說：那首先的、末後的、死過又活的說，我知道你的患難、你的貧窮，也知道那自稱是猶太人所說的毀謗話。其實他們不是猶太人，乃是撒但一會的人。你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裏，叫你們被試煉，你們必受患難10日。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2章10節俾我哋好大嘅安慰同埋鼓勵。作者透過呢節經文話俾讀者知，靈魂嘅仇敵魔鬼可以將人陷害，使人進入監牢，但都係有期限嘅。苦難並唔係無盡期，喺呢度係10日，主要目的係叫佢哋受試煉，然後更堅強。信徒喺面對試煉最好嘅態度係至死忠心，向主至死忠心。第7點，致別迦摩教會嘅信，啟示錄2章12至17節。你要寫信給別迦摩教會的使者說：那有2人利劍的說，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但座位之處。當我忠心的見證人安提伯在你們中間，撒但所住的地方被殺之時，你還堅守我的名，未有棄絕我的道。然而有幾件事我要責備你，因為在你那裏有人服從了巴蘭的教訓。這巴蘭曾教導巴勒將絆腳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們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裏也有人照樣服從了尼哥拉一黨人的教訓。所以你當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臨到你那裏，用我口中的劍攻擊他們。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着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2人嘅劍有咩特別？別迦摩嘅意思係高地高樓聯合，好大嘅結合護城。嗰個有2人利劍嘅說，表徵咗主講嘅說話有2種嘅功能：一、審判同埋攻擊教會中世界嘅參雜；二係剖開或者切斷教會同世界嘅關係。別迦摩教會竟然有撒但嘅座位，弟兄姊妹，你認為係咩意思呢？意思係安提阿伯為主殉道，被殺係殉道嘅意思。佢被形容係忠心嘅見證人。別迦摩教會被稱讚冇背叛主。8. 致推雅推拉教會嘅信，啟示錄2章18到29節。你要寫信給推雅推拉教會的使者說：那眼目如火焰，腳像光明銅的神之子說，我知道你的行為、愛心、信心、勤勞、忍耐，又知道你末後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容讓那自稱是先知的婦人耶洗別教導我的僕人，引誘他們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給他悔改的機會，他卻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啊，我要叫他病臥在床。那些與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們同受大患難。我又要殺死他的黨類，叫眾教會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腸的，便要照你們行為報應你們。
至於你們推下推拉，其餘的人，就是一切不從那教訓，不曉得他們素常所說撒但深奧之理的人，我告訴你們，我不將別的擔子放在你們身上，但你們已經有的，總要持守，直等到我來。那得勝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賜給他權柄制服列國，他必用鐵杖管轄他們，將他們如同窯戶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從我父親領受的權柄一樣。我又要把晨星賜給他，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推下推拉教會嘅優點：愛心、信心、勤勞同埋忍耐。上主係報應嘅主，無論係牧者、信徒、執事喺教會侍奉嘅人，應該保持忠誠、警醒同埋謹慎。2章18節經文所形容嘅耶穌基督形象，眼睛有火焰，腳像光明銅，係曾受苦嘅主，亦都係審判嘅主。總結。呢位唔單係審判嘅主，更係得勝嘅主。無論地上嘅戰爭，抑或信徒個人屬靈爭戰，基督耶穌都引領我哋。佢係掌管歷史始末嘅主，我哋以信心繼續跟從，去配得一切尊貴、榮耀、頌讚。